大家平安，jawab tutsua kajam jaman na makai tinana sulibat. Sakat tutsua kajam jaman auruta sepuin. Kai nuat semas imazai tua Yeremia suladan. Imazai tua 20 katu sepaca kayan imazai tua itakaran paju tapurua karan. 耶利米书24章1节到10节。两篓无花果。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把耶雅敬的儿子犹大王耶雅金、犹大国的官员匠人和技工掳到巴比伦去。这事件以后，上主让我看见圣殿前面摆着两篓无花果，第一篓盛满出熟的好无花果，另一篓盛满不能吃的坏无花果。上主问我：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我回答：无花果，好的很好，坏的很坏，坏到不能吃。于是上主对我说：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要把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当作毫无花果，宽待他们。我要特别看顾他们，带他们返回这块土地。我要建立他们，不是拆毁他们；我要栽培他们，不是拔除他们。我要使他们有信心，会承认我是上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将一心一意归向我。至于犹大王西底家以及他左右的官员和残存的耶路撒冷人，无论是留在这里或逃到埃及去的，我上主要把他们当作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我要使他们遭遇大灾难，让万国的人看了都惊骇，在我流放他们的地方被人讥笑、讽刺、戏弄和诅咒。我要用战争、饥荒和瘟疫消灭他们，在我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土地上，一个也不存留。Tuswa kadam-daman asinan na purwa kaima de tua bidua karan。我要使他们有信心，承认我是上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将一心一意归向我。耶利米书24章7节。Tuswa kadam-daman asini pupatarwan， 上主皆有参与的结集。No kemala matsuvung dara kijajaran sakamaya ajakama cemas， 上主皆有参与的结集。犹大国的末代君王政治立场经常摇摆不定，墙头草式的外交导致了国家灭亡。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稳固的信仰根基，对信仰存在错误的幻想，以致被献媚的言语诱惑，招惹狮子反被咬。由于耶雅敬王背叛巴比伦，主前597年，巴比伦大举入侵，攻陷耶路撒冷城，并掳走继位的耶雅敬王。此次战役，巴比伦没有完全消灭犹大国，而是掳走耶雅金王、官员、匠人和技工。而这场战役中，不少人先前喊万事如意，你们不至于遭殃，最后却逃得不见人影，飞奔去他国寻求庇护，各种求生存的卑劣姿态完全现形。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上主定义要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信仰负起责任，没有人能逃避上主的审判。约雅金王被掳后，上主对耶利米看见圣殿前摆着两篓无花果的异象。无花果是巴勒斯坦地区常见的作物，营养与药用价值巨优。
圣经中多处以无花果影射以色列的处境。意象中第一篓盛满出熟的好无花果，出果未长成前可能猥亵，不一定都能成熟。在5、6月成熟的称为出熟的无花果，味道是上好的，是献祭的首选。另一篓则盛满不能吃的坏无花果，不仅无法作为献祭用的祭品，也无法入口，只好丢弃。这个意象贴切地描绘了犹大国末期的2种景象。第一篓出熟的好无花果象征第一次被掳的对象，虽然在旁人眼中是做他国的奴隶，但这些人对巴比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上主同时也向这次被掳的人民温情喊话，被掳的过程纵然困苦，却更需要依靠上主的保守。这着实考验他们的信心，这会是将来复国的重要基础。另一篓坏无花果则是指躲过第一次被掳或逃到埃及的人将被战争、饥荒和瘟疫消灭，犹大国也因此灭亡。那痛苦不是一时的，而是一段更久的痛苦历程。这2篓无花果的结局，虽然看似由巴比伦发动的攻击，却都是上主那审判的手促成的。无论是保护或攻击，上主都在其中参与且掌管着。人生的历程不是只有走向某种高峰，才被称为有上主同在。我们生命经历的总和，不就是上主参与的过程吗？对第一次被掳的子民而言，这绝对是深刻的体悟。正如箴言3章5到6节所说，要专心仰赖、信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是指示你走正路。现在都说个teman-teman, asini palarai tianutin nak mapolat. Satu cu asini pagi teman-teman tianutin.回想过去，如何看待曾经遭遇的困境，面对未来，如何坚信上帝的保守。Sina yang tin tu soka zaman-zaman aruta ke galui na kinmen latina na gemalo akinam ayakana pasamarau ka inuli。满有怜悯的上帝，尽管我常常固执己见，谢谢你仍一直看顾我，求你帮助我懂得谦卑交托，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奉主圣名祈求，阿们。Mali-mali tu soka jaman-jaman na makayati na misila silang sumupu kilaray tamana patajakat nuata kama cemat lata pinaena saja pasusuin sakana makayatina na kipaparang sakamaya tuaca kama cemat maya kipaparang tuaca miazuan tuaca cawan amina cemas manarui makaya paseling papupichoro tanutin lemaka tanutin makayatina na kidadara na parorot pati matsubung vaikima de kacawan na mangwa itin nuna kipaparang itin tuaca cemas parorau sakala tina na kamelang latina na inulinuria kisamula sumupu tua kainua cemas manarita kamelang tin tua warung tua kinemeneman nua takama cemas sakama dimali saka parma kenu idoi ni kana mandungwa asinupuan dam nuna pazikatanga saka latina na suleva tu suaca kini adawan taca ping'an